注意虔诚的听众，牛杂。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7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7页，讲甲头一段，就是讲甲五经教义说法不实分宗。即马应该呢，来说来解说一遍。一边就是先师记三科法文，动用36对，出没即理两边，说一切法莫离自性，复有人文法，出于真相。该处对法，来去相因，究竟义法真独，经无去处。三科法文者，应该入也。因是五音色受想行识事也。入是12入。为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内六文眼耳鼻舌身意识也。界是18界，六尘六文六识事也。诸性灵含万法，名含众识。若起数量，即是转识成六识，出六文见六尘，如是18界，该将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18邪；自性若净，起18净。若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有何等？有自性有。即摆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这就是咱这部六祖坛经的最后一品，名叫做附属品。在附属品前面啊。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有一日啦，来叫伊的文人法海顶，就对咱咧讲啦，讲恁遮的人啊，是甲别人无共款。若我若是灭度了呢，恁拢要在一个所在啊，来去教化人。你要教化人，必须爱说法咯。所以我现主时啊，就教恁要教化人说法的方法。安尼呢，恁啊，才袂失去了禅宗顿教法文的宗旨。就是在前面所讲，若要安怎样来说法呢？讲先师。第三科法文，动用36对，出没即理二边。讲修身呢，需要啊，爱记三科法文。记三科法文呢，就是啊，提出这个三科的法文的意思。
那这个三科是啥物呢？咱平常时所讲的三科就是五音、12义、18界。伊下面佫做讲做五音、12处、18界。假如讲若是约4科讲起来，就是五音、6义、12处、18界，那个都讲做4科。在《楞严经》有讲做会4科用7代，所以在《楞严经》所讲的是4科啦，毋是3科。这个科呢，就是这种的分类的意思。3科就是五音一类、12义一类、18界一类。要若是4科，就是五音一类、6义一类、12处一类、18界一类。分了呢，更加搁较详细语义。罗宗恒大师对法海乃至甲法如因遮人安尼讲。讲在这个讲法的时阵，先要提出3科的法文，对这个五音，以及甲12义，以及甲18界这个道理啊，在下面呢，要搁再详细说明。讲当时呢，爱动用36对。动用36对，就是讲，当你伫咧讲法的时阵啊，就爱来运用这个动用啊，就是运用的意思，就是要运用36对。这个对呢，就是对态，就是相对的意思。36对是啥物呢？就是外境无情的5对。搁在法上语言12对，搁在自性起用19对。外境的无情5对，法上语言12对，自性起用19对，安尼合起来啊，就是36对的意思。下面讲出没即离二边。这个出没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将迄个相对之法啦来出没。事实上，这个出没的就是讲相对的意思。在后面有一个出入即离二边，刚才所讲的，刚才所讲的出没即离二边的意思还是同款。那这个出没就是讲以这个相对之法啦，来互相对待。在这个互相对待的迄个所在啊，就会当后来离开二边。这个二边呢，就是属于相对之法。那这个二边比如讲光甲暗，一边是光一边是暗。那这个暗为什么它会知影是暗呢？因为是有光啦，才知影是暗。那是讲光为什么它会知影是光呢？因为是有暗才显示有迄个光。这个光甲暗啊，这两个是一种的对待之法。因为这个暗是由光来显示，光呢是由暗来显示，所以暗这方面讲起来，假如若是无有光有对待呢，就无有暗。同款的这个光呢，若是无有暗来对待，就无有光咯。就是用这个方法啦，来出没就离开光啊，或者是讲暗的对待之法。咱即马讲这个二边啊，这是以光甲暗呢来做一个例事实上呢，所讲的一切啊，拢都是同款。下面讲说一切法莫离自性。讲当其时呢，来伫咧讲一切法的时阵啊，
毋通呢离开迄个自性，就是讲必须啊，爱在这个自性中来去说一切法。那这个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始终呢站在自性来讲法。按照因嗰种讲做说一切法无于自性呢，这个自性就是中道啦。那这个中道呢，是依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，就是由于相对法所显示出来中道。不过这个相对法所显示出来中道这名，应该呢，嗰种讲做单中。但有这个单中呢，是进一步呢变成做圆中啊。就是讲，就在迄个相对法的所在啊，就是中道的本体。这名叫做圆中，就是在天台宗啊所讲的道理。六祖慧能大师伫遮指示讲恁啊，凡是咧讲什么款的道理的时阵呢，毋通啊来离开自性。讲佛有人闻美法啦，出于真相，该处对法。讲假如若是忽然间啊，来有人问你的道理，忽然间有人来问你的道理，迄个时阵呢，出于真相。恁所讲的语言啊，拢啊爱讲两边。该处对法，恁们拢爱采取一种的对待之法。也由于一切对待两种发生的究竟，就会当好将迄个连锁啊，给去掉。连锁去掉迄个所在啊，心行处别，就是讲什么分别就无啦。无什么分别无迄个所在呢？自性啊，就显现，这呢就是说法啦，出于真相，该处对法，而且呢说法啦，不离自性的真理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来教因凡事啊，伫讲经说法的时阵啊，所应该爱应用的方法。一面讲来去相因啊，究竟而法真独，经无去处。这个来去相因的意思，那这个来去相因者，就是讲来去，这呢是互相为因。那这个来去相因呢？在心会语录的所在，原来有这个故道。因为看作来去相因呢，就是讲这个长啊，是因为这个地所显，才生出了这个长。那这个地呢，也是由于这个长啊，因为这个长呢，所以才显示讲是地物件。当然，若是无迄个长的物件，当然你这个地物件也就无法度来建立啦。所以呢，凡是啊，世间的这事物拢是相因。这个相因的意思就是讲，拢是互相为因啦。就是互相为因，所以结果才有这个世间的这个事物。比如讲一个物件，讲做较长，为什么它较长呢？因为有一个较短来甲比拼。那什么咱讲是短呢？因为是有一个长的物件来甲比拼。你譬如讲猪啦，咱即马讲简单，咱伫咧食饭迄个猪，呀，一箱猪呢，你摕一支长的，摕一支短，因为一支长一支短，两箱猪摆在迄个所在呢，真正明显啦。就会当分出一箱是长的，一箱是短。迄箱你家己认为讲是较长，就是因为有一骹迄个短伫遐，有一支迄个短猪伫遐。
所以另外迄支呢所显示出来就是讲，即支猪较长。你迄支底猪为什么咱讲迄支是底呢？因为有一支较长的猪伫迄个所在，因为迄个较长的猪显示出来，结果呢就是变成有一支较底猪伫迄个所在。那假如讲你从一边摕掉，只有一支猪，毋是两支。那两支猪伫迄个所在，因为无有另外一支好甲伊比较，结果呢嘛毋知讲到底是长或者是底啦。所以迄个长或者是讲底呢就无去啦。这就是来去相因。咱世间之物就是安尼。所以由这个来去相因啊，究竟呢而发真度。就是讲到最后啊，这个两个对待之法。那两个对待之法真济咯，在下面啊，拢总有36对嘛。我拄则所讲是讲迄个底甲长来相对。那底甲长相对，因为有一个底才有长，有一个长才有底，这两项是互相对立的物件。那这两项互相对立的物件呢，你其中摕一项掉，一项就无去啦。所以到尾啊，就是讲变成这两个的这个对待之法呢，拢真该除掉，真该除掉迄个所在呢，就无搁再另外有一个去处。意思就是讲，假如将这个两个对立的观念来甲伊去掉的时阵，就变成无偏在倒一边，变成就是这个中道啦。这就是遮慧能大师所讲的话。入面讲三科法门者，因解入业。讲伫遮所讲的这个三科法门到底是啥物呢？这个三科法门就是属于因解入。这个因呢，也名叫做温这个因或者是讲温就是五温，或者叫做五因。解呢就是18解，这个入呢就是12入。这就是三类，就是讲对咱这个宇宙万有，来甲伊分为这三大类出来，名叫做因解入。入面讲因是五因嘛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啊。讲这个因呢，就是叫做五因啦。这个五因是啥物呢？这个五因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个因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因就是一种的介乎的意思。那个讲介乎呢，就是讲由这五种的法啦，将迄个自性给压掉咧，将迄个自性给砍掉咧。安尼呢名叫做因。也叫做介乎。那这五种呢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第一个这个色这就是属于物质的世界。因为物质的世界，那是咱平常时阵就是该叫做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咱世间的物质虽然是讲千差万别，但是会使咧以地水火风四大类来甲伊归纳起来。凡是固体物拢属于地啦，凡是液体之物拢属于水，凡是流动性拢属于风，凡是有这个温度的拢属于火。咱世间的物件，若毋是属于液体物，就是固体物。这个物件呢，会动转就是讲会移动。这个物件有伊的温度，这就是地水火风。那地水火风的四代，这就是物质的世界，就是遮所讲的色。受想行识呢，这就是属于精神方面。精神方面，前面迄个受想行，
这应该是属于心所。心所就是属于心的附属，也可以讲就是属于精神的作用啦。下面这个心呢，这个心啦，就是属于精神的本体。这个心呢，也可以叫做讲就是心王。所以受想行是心所啊，面顶迄个识啊，下面迄个识呢，就是属于心王。心王心所，合起来讲呢，就是属于精神的世界。也拄则已经讲了，这个因呢，就是属于介乎，就是讲由这个物质精神，尤其是这个精神心理作用呢，是意识妄想的作用。伊这啊，就是将这个精神给介乎，将这个精神给砍掉了啦。所以名叫做因。一边讲业是12业，月六定色声香味触法，类六闻眼耳鼻舌身意识啊。讲这个业呢，就叫做12业。这12业，这个业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业就是亲业啦。那嗰种讲做亲业呢？譬如讲咱这个目睭，会去看外面的色景。那这个目睭呢，就是亲入去迄色景的所在，在这个所在去分灵业、分数业。要咱甲讲起来，变成讲这个眼睛灵业去设定，设定呢是受迄个眼睛所业，变成灵所。但是呢，也会使你甲伊并倒转来讲，就是讲外面的迄个物件呢，走入你的目睭内底，也来讲起来呢，变成讲迄个设定啊，就入去迄个眼睛，眼睛呢，互迄个设定所入，所以这个灵所呢，两边啊，会使对外来甲说明，也这个12业。外面就是六定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这个色，就是我拄则所讲的色受想行识的色啦，就是属于物质。不过这个色呢，就是更加较明显啊，伫咧说明啊，咱所看到在世间的形形色色的事物。声就是声音啦，这个香呢，就是附带在物质的香啊、草啊。一个气味，下面那个味呢，就是附带在物质的咸酸苦涩等等的迄个味。触，这就是咱身躯的感触。下面这个法呢，就是色声香味触的五定啦，走入去心内一个印象啊，这名叫做讲做法定的境界。合起来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定。这个定呢，就是一种的染污的意思，就是讲这六项呢是一种的染污的物件。但咱必须了解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项的本身呢并不是染污，咱是呢由这六项来去染污咱的自性。譬如讲咱目睭所看的这个物件本来是真清气啊，哪有染污啦？譬如讲黄金。或者是讲水晶啊，或者是琉璃等等，这拢是真正清气的物件，哪里有垃圾呢？毋是有垃圾。但是你看到黄金的时阵，你爱黄金啊，安尼就是起一个贪心，起一个贪心就是将你的自性，将你这个清净的自性染污掉去。或者是讲你看玻璃啦，珍宝之类是共款啊。像咱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的本身啊，毋是垃圾的咧。你声音，这是一个声音，哪里会当甲分出讲这个声音是清气啊垃圾，无这个物件。但是这声音这个物件，假定讲，若是属于爱情之类，属于黄色之类的人讲话声啦，或者是讲唱歌的声呢，变成啊，将你的内心甲你染污掉去啊。就是讲会引起你的贪念，又会去引起你的贪念，这个所在来讲叫做染污。
哦，咱食的物件嘛是共款咯。食的物件若毋是清气咱也要甲食呢，但是这物件食落去贪心，未食以前的贪心。比如讲，咱山片的这个芳水的气味，也会使你生起贪心等等。到这个所在，所以叫做尘。哦，这个外面呢，6种的尘呢，就是色、声、香味、触、法。注意听是听众。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6祖坛经。